第一日，我哋嚟到咗包公園。包公園嘅環境清幽，環水而建，白牆清雅嘅建築顯得格外素雅莊重。正殿內嘅包拯塑像同埋一旁嘅廉泉井都象徵住廉潔。親身嚟到呢度，唔單止了解咗更多嘅歷史故事，亦都深深咁體會咗清官文化嘅傳承。我哋亦參觀咗渡江戰役紀念館以及新四軍軍部舊址。渡江戰役紀念館外嘅五前偉銅雕同館內百萬雄師過大江嘅浮塑十分宏偉震撼。而葉挺、項英等先輩就曾喺新四軍軍部舊址內嘅徽派古建築中指揮華中敵後抗戰。館內一件件珍貴嘅革命文物，見證咗將士們艱苦卓絕嘅爭鬥歷程。我哋應該銘記呢一段歷史，緬懷先烈，傳承將士們不屈不撓嘅精神。徽州文化博物館亦都係今次行程極具意義嘅一站。館內大量徽州古物，全面展示咗源遠流長嘅徽州文化，巧奪天工嘅徽派建築、徽墨攝演、徽劇、徽商史料一一呈現喺眼前。呢一磚一木承載住千百年徽州先民嘅智慧同埋歲月痕跡。漫步喺展廳之中，我哋細讀住徽州嘅往昔，令我明白到地域文化嘅珍貴，應該用心傳承同埋守護獨特嘅本土文化。巢湖係結合自然風景、千年人民融為一體之地。佢坐落安徽中部，被譽為皖中明珠，亦係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湖面浩渺，連通江淮水系。喺巢湖北岸嘅長林河古鎮係安徽第一僑鄉，距今已經有近1800年歷史，係巢湖重要水運碼頭，商貿鼎盛。老街嘅青磚黛瓦、碼頭牆錯落，完好保留吳氏故居等古蹟。我哋行入徽州嘅歷史，遊覽宏村、程坎古村同埋徽州古城。宏村牛形水系巧奪天工，南湖同埋月沼倒映徽派民居，宛若水墨長卷。程坎古村依照八卦布局興建，古巷幽深，宗旨宏偉，體現先民獨特嘅營造哲思。徽州古城作為昔日徽州府治許國石坊、徽州府衙屹立至今，記錄徽商輝煌與千年文物，遍地粉牆黛瓦、精美磚木石雕，蘊藏深厚嘅徽州文化底蘊。我哋細覽徽派古建之美，感受崇文重教、守正篤實嘅徽州精神，傳承古人順應自然、勤勉向學嘅處世智慧。我哋參觀九華山大院文化園，了解宗教文化。園內聳立高99米地藏菩薩露天銅像，聖像手持石像，手托寶珠，氣勢宏偉莊嚴。九華山作為地藏菩薩道場，承載道不空、誓不成佛嘅宏大願力。我哋仰望巍峨聖像，心存敬畏，感悟慈悲向善、勇於擔當嘅精神。黃山係今次旅程嘅一大重點，好彩天公造美，山下原本烏雲密布嘅天氣嚟到山上竟然變得晴朗，令我哋可以一覽黃山嘅美景。我哋先從黃山腳下搭纜車嚟到雲谷寺，再至雲谷寺而上，遊覽似信峰一帶。山間雲霧翻湧，峰巒若隱若現，峭壁上嘅奇松同埋怪石與流動雲海相映，盡顯黃山秀麗清幽嘅獨特氣韻。沿途夢不生花，游至觀海聳立群峰之間，山水雲海構成絕美畫卷，吸引自古無數嘅文人雅士踏足此山，留下無數嘅詩篇墨跡。面對宏偉嘅山河，我哋領略到山河嘅壯闊，亦感受到自然造化之奇。
學會咗敬畏大自然磅礴嘅力量同埋持守向上不屈嘅心境。黃山作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保持優美嘅環境亦都係重要嘅一環。今次我哋有幸可以參觀到黃山上面嘅西海綠色發展基地，參與廢物再用嘅過程，並且將佢哋製作成花瓶。今次嘅安徽研學，我哋飽覽黃山、舊華山、茶湖嘅浣江山水勝景，領略包公園、宏川、晴坎、徽州古城嘅徽派文化風韻，了解安徽嘅歷史，走訪渡江戰役紀念館、新四軍舊址等紅色景點，讓我哋銘記珍榮歷史，緬懷革命先烈。此行融山水、人民與紅色歷史於一體，擴闊視野之餘，更厚植咗深厚嘅國家情懷。